来看咱台湾人当年的年度大代志——三月小妈祖。另外一场，这白沙屯妈祖今仔日是已经上八天啊。妈祖的銮桥透早6点是对通霄公所出发，对新埔的秋木园，对4人桥换作是8人大桥。下晡4点10分，妈祖是已经登到宫田宫安坐。今年的进香行程圆满结束。 白沙屯妈祖的8人大桥3进3提一标登来到庙里通宵的宫田宫，上班的信众来到白沙屯迎妈祖登家乡。妈祖銮桥得入庙了后，随着关庙门，路主马、大马也着小河庙风车落桥，众人一手接过一手，恭请妈祖热心帮安坐。进香活动也着算圆满结束，一直到12天后5月初1才会开锣。 妈祖回宫安坐以后，在宫田宫庙埕也由第二路主、副路主甲头家等等传三声拜天公，含众善男信女香灯卡做伙祈求风调雨顺、合境平安。白沙屯妈祖进香8天7暝行程，20是最后一天。妈祖銮桥自透早6点对庙的通霄顶公所起驾，在下晡4点10分顺利入庙。 也因为进香路途遥远，妈祖銮桥自古拢是用较轻的钉桥，一般是4个人扛的。20在回宫进前，也有一项重要的仪式，就是换桥。銮桥8点40在秋木园换桥，白沙屯大马、路主马换坐8人大桥，山边马也改坐家己的新桥。 献上圣肉，拜头香，迎三拜礼，拜。蒋总统蔡英文嘛对妈祖行回銮的行程，伊也发文表示，妈祖信仰毋那是宗教，也是会当团结众人的力量，互台湾面对未来的挑战，通互相扶持向前行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综合报道。